观众朋友，今日个红模仿视看福起来，係阿明姑劉浩明。今日社會有幾多改變啊？恁工作嘛幾多年，可是我今日後生嘅嘛冇像我哋以前嘅人，可能一直洗頭做一生年，你今日可能會常常揾工作，但是揾工作一件事情到底好還是唔好呢？你今日有請到來賓係我哋呢高雄傳理大學 USR 經理嘅總經理來到我現場，要同我哋分享講，其實有人生地方有揾過嗰度工作，但是每個工作其實嘛做得幾好，但是一其中嘅一啲秘訣係蠻多，我哋馬上放嚟今日來賓，我哋靖宇來到現場，靖宇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來自同東西嘅總經理。其實你這個係來自算是董事嘛，哈，董事係講嘅係太普強。太普強。你這個晚上會講太普強嗎？會。你有冇同我哋觀眾朋友睇下說明一下，你這個以前的童年生活？童年生活呢，因為單親家庭太紅嘅，我都同阿公阿婆向下度東西都向下帶。阿公阿婆佢係種泰梨嘅，泰梨嘅佢係為咗做些型啊，都同佢向下一料，去搗蛋的啦。都對細漢開始，因為啲環境的關係，所以我都耳濡目染，所以就會講客家話。來到高雄的時間，算是買一點年來到高雄。因為要讀研究所，因為讀書的關係，所以來到高雄。然後從此就留下來了。你這個嘅時間研究所畢業以後，都有一啲算是一個計劃啦，哈，你背了我哋講普羅沃板去環島。當初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當時候會有這個想法，其實是從大學的時候開始醞釀的嘛。大學大一的時候開始，我就申請了一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的一個計劃，然後那時候在一個埔里的茭白筍田去工作。從那時候開始就是對這一類計劃都有注意它，然後後來就申請了這個逐夢小當家的計劃。然後開始我們就拿着鍋碗瓢盆，就是環台灣，就是去繞了全台灣。然後我們就是去到台灣的某個地方，然後去找它的食材。例如說，我們到了雲林，我們去到了一個花生田，然後我們去幫他採花生，幫他他除了種花生，還有種米，就幫他曬稻。從那時候開始，其實我對食材，尤其在台灣的食材，就是就更多的認識，然後也是喜歡這個事情，然後才就是把這個計劃也是做得蠻好的。那時候我們還得了全台灣的第1名。但是我一直有一個最大的疑問，如果因為其實你這樣講，你大學的時候其實就有一個茭白筍那個計劃嘛，然後後來你研究所畢業之後，才有這樣子的小廚神的一個計劃。那是在大3的時候。大3的時候。對，大3。但是為什麼你也還算是一個人格特質的問題嗎？你很喜歡去接觸不同的事情，跟不怕去接觸人群。對，我覺得是人格的特質的關係。我是一個大1人啦。以我們現在那個人格特質來講，就是一個大1人。那我也是喜歡，因為我就是讀食品科技系嘛。然後大學的食品科技系其實讓我知道，覺得說，其實好像我們要特別去了解食材，或了解這個材料的特性是怎麼樣，我們才可以做出更多更好吃的食物，或者是我們可以創造出更好吃的料理。那我也就是透過這種找食材啊，或者是找一個材料的一個方式，然後去認識台灣，然後也更喜歡台灣這樣。那問題是你這個做一件事情的時間，譬如講頭有講要園林的嘛，一路出米嘛，同個還有我哋飯條嘛，花生嘛。咁你這個一接觸到你的時間，都沒有遇到困難嗎？會不會讓你覺得很尷尬的時候？有，很尷尬的時候就是跟人相處的時候，就是在一開始的時候，其實我們環島的時候，其實我們就是先打電話，先去聯絡這些地方的人士啊。有些地方人士就說，那你們只是大學生啊，你們來我們這裡可以幫我們帶進來多少的效益嘛？然後當我們說，我們可以幫你們做行銷啊，幫你們的食材做好吃的料理，他就說，這個對我們來說不夠。我們需要的是可能更多的財源的進入。對我們來說，其實這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然後後來就是有一些農場的就真的是被我們就是感動了，他就說，我們願意讓你來就是做這件事情。我覺得這是就是一個很大的收穫，那也很開心啦。所以說嗰時候其實還是有幾多我講，在一個過程裡面，其實還是會有很多的被拒絕的時候。會。那你怎麼去處理那個問題？我就被拒絕的時候，其實因為其實我們會挑這些地方去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很喜歡它的食材。
然后我们也很喜欢他创造出来的氛围，那我就会想办法去跟他沟通嘛，就是我们可以帮你做到什么样的状态，然后后续我们除了做这件事情之外，那我后续我还可以帮你做了什么这样，然后就是一个帮他做一个完整的商业化的规划。因为其实我这么问的问题，你讲，等于你讲，这个一开始你本听人讲，我可以为你做嘛事情全部都想好的，因为你这个我因为讲，安尼比较能够说服人，对吗？对啊，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我今天就换一个角度来想嘛，我今天我是农场的话，我会听到这些学生他要跟我说什么，我可以从他们身上获得什么。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价值感啊，因为当时候其实我们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还没有地方创生这4个字这个概念出来。那时候其实慢慢就在酝酿这件事情啦。然后后来也是因为他们可能被我们感动，就是觉得这群年轻人不从我们的农场获得些什么，或者是他们没有提供什么，我们都是用就钱直接跟他们买，直接是购买食材，然后在当地来做这样。然后他们就觉得他们愿意付出，那我们也愿意提供我们能给的，给这群小孩，给这群学生去做。对啊，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会影响到我后续职涯的一个很大的养分。对，因为个做嘛冇得按优，你知因为其实讲，人家几多年前你去请工作的时间，伊其实伊替的最强的都读到讲陌生人，好唔熟悉的人，尤其係几强讲唔熟悉的人拒绝他，好这种压力啦，冇得讲这种事情，其实几多人问伊咪讲也还算是请工作，揾工作地位替的会遇到问题。听人都讲，就从头我讲的，其实有的我人都因为讲啊，唔本爱的东西唔免爱的。那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未来有机会我们再合作。是，嘿啊，但是有的人因为讲啊，已被拒绝了，好，伊本人讲唔会啊，伊都感觉到讲，这个嗰种。冇乜嘅好處，好，我說其實我冇得問題哦，因為其實大家我想問過，喺輪椅開始做玩餅兔這個計劃嘛，個計劃係乜個時候開始嘅？玩餅兔係創業啦，開始創業就係想講，我今天我認識了這麼多食材，我會做吃的，我也是學做吃的，那我可不可以把這個東西結合起來，變成是一個商業模式，對，所以當時候就創造了玩餅兔的這個計劃嘛，玩餅兔這個計劃，所以才會從餐車開始，因為喜歡做吃的，愛做吃的，也會做吃的，對，但是那時候其實也是年輕啦，其實也沒有想到會遇到什麼樣的挫折，或者是當時候遇到最大的挫折就是疫情嘛，我們剛好創業這個計劃開始，然後創業的時候就是遇到疫情的期間，對我來講，這個是一個不怕辛苦的過程。因為等於如果一開始算是基本嘅部分啦，哈，算是省槍嘅。等於如果我同政府講某個事情，哈，然後你以為講我們說可以用啊，可以認同，或是路變成唔等於做，好，你把你這個基本底部嘅事情做好就好嘅。但是創業有另外一件事情，因為等於講你拿錢拿人，佢全部這個錢很呢，人很呢，然後東西很呢。但是，面前都係一個檢驗你的結果的一個人，你的顧客，好，因為也最看這些東西嘛，你冇來買，我哋都冇數面，我哋都直接考驗人頭講嘅商業模式到底合不合理。可是從你創業之後，你馬上會讀到疫情，嗰時嘅感覺是怎麼樣？哇，天快塌下來了。因為當時候創業，因為你年輕啦，其實也沒有多少存款嘛。薪水也不高後來所以就是去貸款，我就貸了一筆錢下來，就是為了要做創業的這件事情。可是就覺得，可能就像那個有時候那個算命老師跟我說，你的命盤雖然是很辛苦，但是你這個人又不怕辛苦，所以就去做吧。對啊，可是後來算有沒有紅呀？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後來還有持續下去嗎？有，就是持續2019到2024年這5年，就剛好也是疫情，從疫情的前期，疫情最高峰到後疫情時代，剛好這段時間就是我創業的時間。你在一路上走來有乜嘅感想嗎？我覺得年輕人不要怕辛苦。對，這那時候我創業的年紀是24歲，對，很年輕哦，一點年輕。對，很年輕，非常。就是非常年輕人的一段時間吶，那段時間
很多人说会是我们就是最黄金的一段时间，但对我来讲，其实不管是那段时间还是现在是这个时间都一样，都是最黄金的时候。没有错。对，我们在当下其实就是好好的努力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跟做你觉得你自己有兴趣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我一路走来，不管是过去在大学的时候申请的计划“逐梦想当家”，或者是后来的创业，其实它就是一段检验我自己的过程，检验我过去的学习，还有过去所去认同的价值观的一个过程啊。可是等于如果其实是你一直很专心睇佢講，唔多學到某個東西，唔多係學某個東西，然後同時學個東西，學個東西，係唔係可以結合變成一個新的事情，然後能用嚟做？嘿，我種想講，我列新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用我過去的經驗，把它優化，把它進化，然後變成是一個這個我新的想法跟新的想要推動的事情。嗰所以啲年輕人，伊可以對伊學嘅，伊看到嘅，伊處理到嘅事情，然後發展一種新嘅一個樣態，其實算是我哋年輕人佢常會做一件事情。下一段節目我哋埋嗰度嗰陣晒內容哦。放過來福起來嘅，所以我來自我哋高雄傳理大學 USR 建立我哋重慶以來嗰個現場，同佢分享講，以前吼對我哋開始執行計劃，到後來以這個變成一個開創這個工作嘅時間，也會工作無窮樣嘅一個任務嘅時間，以這個心情有乜嘅無窮嘅想法。我想問一下志毅，其實這個後來都開始創業以後，更加要攰到學教去做行政職。係，咁因為頭先我哋要講 USR 嘛，嗬，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說明下，乜講係 USR？USR 係教育部在推動的一個計劃，它叫做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劃。那就是為了要讓學校的特色被就是地方人看到，所以他們三大主軸是人才培育、在地連結跟永續發展。那這個計劃其實就是要把這些大學的特色，例如說像高餐的特色，就是在研發、在旅遊，就把這個特色讓它被更多人看見，然後也讓這個特色可以完整的利用在學生還有老師的身上，然後讓他們學校就是有一個可以發展的一個特色啦。但是要連接到在地啦，吼。要。嗰時而家像唔知個書房算是一個，而家算經理嘛，經理嘅工作係乜嘅？經理的工作有沒有改？就是包山包海。對，我就笑，有時候笑說，這個計劃就讓我上山下海，也下了田。係啊，但係你講經理嘅時間，如果比如講，你這個書房有一道嘅計劃，唔可以去掌控它的進度。對，就是像例如說，我們今年過了3案的計劃，那我就必須要掌控這些的進度，然後也幫他們鏈接校內的行政的資源，然後還有校外的一個資源，這樣。對，如果問題係先生當初的提計劃嘅時間，伊都唔知校外有乜資源嗎？不然也要用提計劃。他們也有校外的資源，然後，但是因為後來這個計劃通過之後，我們會參加很多教育部或者是其他學校辦的一些課程跟活動，然後就會有認識更多額外的資源，然後這個資源如果是我們學校需要用到的，那我們就會想辦法把它鏈接回來。咁唔知個我哋而家成估啦，唔知個本身嚟講嘅話啦，唔知個對以前唔知個會接計劃去執行計劃嘛，可以做計劃，同時後來唔知個嘛開創嘅一啲工作室，但是更加要攰到一啲算是行政職嘅時間，唔知個會我講，也係唔知個做到更加萬分歡喜冇？真歡喜啊！我覺得是真心歡喜嗎？真心對。其實很奇妙，是因為當初我會回到高餐去接這個計劃的一個很大的重點是，當時他們在應徵嘛，然後剛好因為後疫情時期，其實我也在找工作，那我的學姐也知道，他就把了這個連結給了我。4月18截止，我印象深刻。4月18截止，4月17我才拿到這個東西這樣，然後把它趕快處理，然後想說好沒關係，我就回去投看，如果有機會上了那就不錯啊，如果沒有機會上，那我就回來繼續當我的老闆，
对，然后后来也就是上了嘛，然后上了之后，学校就跟我说一件事情，就是你只能选一个，学校跟创业，你只能选一个，因为在国立学校我们不能有兼职兼课的这个条款。然后后来我选择回学校啦，因为我觉得我过去的大学的做这个计划的经验，跟我创业的经验，其实这两个经验是可以帮助到 USA 这个计划，也可以帮助到高餐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一个很直接的想法就是，我可以帮地方，可以帮燕巢，可以帮大树这些区域做这么多事情。那我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经验带回到我的母校，让我的母校也因为这个经验而去获得更多不一样的价值跟被看见的机会？所以那时候就选择这样。因为头头你讲 USR 有什么经验嘛？第一个人才培育嘛，哈，第二都连接在地嘛。嗰其实等于讲，这个以前专门做的事情都连接在地啊。好，你等于讲把你这个技术，你这个好多技术，你这个对这个食材的认识，连叫做载体真实的一个食材，然后去发展出新的一个算是菜肴嘛，吼，某一种新的一个作品嘛，吼。或者等于如果你这个把你以前的工作经验变成一个经历的时候，你希望把你以前的经验带回来的工作，可是关现实的一件事情，你头头其实啊，问人家问题点样，如有一些埋下伏笔啦，因为其实经验这种事情，归看人啊，很看人啊，因为就你这个是一个大艺人啊。同时，你这个对你这个的认同度，比如讲，你这个希望讲把你这个以前学的东西啦，哈，然后你这个好多东西，这个技术啦，可以同载体的东西做连接。但是其他学生的各种无安的想法能用啊？其实当时太后时做一个计划，我也没有前辈。对，其实我当时候不管我做什么事情到创业，其实我都没有前辈可以学啊。那我也是想说，我知道这个东西，那我去试试看。但是我会发现，现在学生好像也是需要这样子。可是学生们当他知道的时候，他就会去申请嘛。可是如果有人就是跟他讲了，或者是有一个前辈在他们前面被他们看见的话，他们如果对这些事情有兴趣，那他们就会跟我当时候一样去做啊。去做了呢，他申请的计划，他就有一定他的经验。那这个经验或许是可以变成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养分。对我，那当然啦，我觉得很多人的经验，其实像我的经验不一定适用在这3个计划上，但是如果这3个计划里面，他有需要的一个地方，他就会把这个经验，他就会来问我，然后呢，他就会把这个经验延续下去。就是例如说，我们举例来说，我们有个计划是田寮国立猪的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它就是开发伴手礼跟菜肴。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我就可以用我过去在那个燕巢做的这个辅导案的经验去告诉他们？啊，让他们可以应用在他们的计划里面。那我觉得我很幸运，就是遇到的这群老师们，还有这群学生，他们都是很愿意去吸取别人的经验，然后也愿意就是听别人怎么说，然后把他们这些的经验带到他们的计划，或者是带到他们要做的事情里面去。其实有的学生嘛，很幸运遇到你了，因为其实你真的是以前如果有神像计划，这个是完成通识嘛，这个可以搞掉的。像同时你讲的鼓励猪的计划，那么讲过有一些不可能观众朋友谈咯。哦，我们鼓励猪计划是我们学校的一组团队去申请的嘛。那这个鼓励猪计划是我们会到田寮的古亭社区去把他们去饲养出来的鼓励猪的猪，然后去做研发。例如说，他们会开发伴手礼跟这个料理。那他们在开发伴手礼的时候，就说，那这个伴手礼它可以怎么？他们就问我说，这伴手礼可以怎么做，或者是这个他们料理可以怎么样被更多人看见？那我们当时候的想法就是，那让他们去到神农市集，或者是到我们自己有时候会跟别人合办的一些活动，去那边去展示，然后跟去贩售、去推广他们的这个产品。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不只是他们在研发上的问题啦，还有就是他们有一些行销上的手法，他会问我这些，那我就跟他说，那这个行销的方式除了有刚刚说的那些话，那我们也可以在网络上，我们去开创一些电商的平台，或者是去到虾皮上，然后去做一个贩售。那除了这个之外，像他们的鼓励猪啊，他们就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人，因为他们在地只有做初级化嘛，他希望我们可以帮他做到有加工、有贩售的这一块。
那这就是由高餐去做。那高餐大我们的团队里面，他们就说，那我们除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除了做完这个菜之外，那这个菜我们要把它怎么样放到这个被大家看到。所以我就请他们就做了一个大图。我们就把一个猪，把它变成是不同的部位的猪，就把它组成是一个图，然后放上一个 QR code， 然后只要人家去扫这个 QR code， 他就可以他就可以认识这些的菜肴，或者是他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可以去哪里买。然后这就是也是因为过去的经验，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这么做。这么做的方式，除了说可以让在地被看到，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去强化我们的学校的这个学生行销，还有一个把东西上架的量能。其实像安尼计划对于学生来讲，他是期望学生能够做到去借由这样的一个计划，有嘛个学到嘛个东西，就是让学生真的认识学校，还有让学生真的知道说，在我们学校是真的有这个研发的量能。那他除了他可以来学做厨艺之外，那这个之后呢，他可以干嘛？那就是我们把厨艺跟料理跟食材去做个结合，他就可以把这个未来可能在他的工作职场上，或者是未来他想要创业也好，或者是未来他想要成为行销团队也好，他可以利用这些东西成为他的培育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嘛，第一讲其实伊咧有3T 的食材，一个有产地的一个食材，然后其实嘛喺对未来讲的话，其实嘛算是伊的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其实你这个有技术，各种其他东西还可以结合到在地的一种特色来讲的话，其实做出来的料理，无论做出来的产品，其实嘛会贵有在地性，嘛贵有一个话题性。对啊。可是像这个等于讲，你这位经理的角色其实会多元的。对，经理的角色其实很多元化，而且就是要不怕辛苦啦，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自己本身其实就是因为之前有做过这一类的工作，再加上创业，所以这一块我会觉得这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啦。然后就是在这个点上就觉得，那我可以怎么样更深入的去协助这些团队，跟协助这些学生。因为我也很清楚，其实学生的人才培育除了课堂上之外，其实课堂外的事情也很重要。对。那我觉得培育人才是一个我希望可以协助他们的点呢。那其实这个比喻有点像是在 USR 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一个农场来说好了，学生跟老师就是这个农夫，那学校是农场，那我就是扮演这个水管里面的水的角色。他们需要什么资源，我就去灌溉他们；他们需要长久的陪伴，那我的这个水呢，我也是可以长久的陪伴他们。可是其实经理迄个名啦吼，其实嗰种功用。对。通常我哋进入讲嘅一个最重要一件事情，人才的培育嘅部分係其實最昆蟲嘅。休息下我看到節目，我哋買個多個精彩故事。访问過來福喜來嘅，上一節目我哋來自董事，但是更加係我哋高雄傳理大學 USR 建立我哋倡議，來到我現場的分享講，馬講到 USR， 同時亦係做乜嘅事情。從頭到尾員講，即個其實最重視係人才培育嘅部分。咁從即個來講話，人才培育同 USR 有乜嘅關係呢？人才培育是 USR 最大的精神其中之一啦。那这人才培育其實就也是培育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就是希望说他可以透过他的学习，然后透过参与计划的过程，去认识了他自己，跟去找到他想要做的工作。例如说我们在鼓励猪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就有邀请了很多大概像目前来讲是大概10几位的学生一起参与这个计划，然后老师们这个计划主持人就带着他们去学做菜，就除了去做菜之外，还把这个菜好让大家来试吃，让大家就是去赞美啊，或者是去肯定他们所做出来的料理。那我觉得这对于学生来讲就是一个最大的肯定。那未来这些学生他们又有可能是我们业界中很好的师傅，或者是最好的一个料理的研发人。对，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我觉得人才培育最重要的一块。
因为我遇到最大问题因为其实的学校的学生的其实都算是一个学有专精啦哈，因为其实的学校都等于它有一个归明确的一个职场的一个方向，如还有可能农业餐饮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培育的一个基地。可是我都想讲这个学生啊出去一天有工作啊，伊能做乜个话要连结在地咯？你这个你比较重要心体内。我觉得会做菜的人，他一定要认识食材怎么来的，或者是他一定要知道这些食材可以怎么样做，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去处理它，会变成更好吃的食材。例如说，鼓励猪的部分，那鼓励猪它是例如像白猪嘛，那它的肉质已经是软的，那它怎么可以让这个肉质就是变得更好吃，或者是把这个肉腌成咸猪肉，或者是腌成到什么样的肉，就是做成什么样的一个产品，会让它的价值是被更多人去所认可，也可以去让这些农民或者是种植就是养猪的这些养猪户，可以让他们知道说，他养出来的猪跟他做出来的东西是值得被更多人看见的，然后也是除了给我们学生鼓励啦，也是给在地鼓励。因为其实我从我接触到 USR 学生啊，我因为讲，有时是归看学生的特质啦。有的人我因为讲，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反正我出去都有一堆你在讲说，我总要把它做安多社会责任的，也可能算是连接在地啦，甚至那些东西。像你读到安的学生，你会怎么去劝他们呢？我都讲用来去说服他们。我会跟他们说，其实我一路走来也是这样。就是你们现在看到我，虽然我好像感觉是我会做这些行销，做这些料理，但这些东西并不一定是我的课本上所教我的，也不一定是我的老师所教我的。这些东西是我们自己去 try、自己去试、自己去找寻资源，或者是去学习来的。那学生们就会觉得说，好像看到经理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榜样，那我也希望可以学习成为像经理这样的一个角色。那我就鼓励他们说，那你们就试着去做做看。如果你今天真的有想法，那你今天真的想做的，那欢迎你来跟着我们一起学习，这样。等于如果你这个其实算是把这个做成一个，算是讲先行者啦，好，我睇前面有一啲年轻的时间嘛有做过来的事情，我告诉讲，你对那件事情係有兴趣的，好，我身上的例子，我过去的经验，其实都可以通过搞问的。可是我听嘅问题就讲，动机那件事情可以搞吗？动机这件事情是让他们看见。因为有些学生会觉得说，他今天在学校，他们想要做些事情，可是他们没有资源，或者是他觉得学校没有给予这种的价值的时候，他就会想要放弃，或者是找不到他的定位。那这个也同时是我们现在，我在业界遇到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共同的一个问题啦。那我希望说，参与到我们 USR 的这些学生，他们可以发现说，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是值得被肯定的。而且也是值得被看见，那也让他们愿意去做、去执行这件事情。那对他未来的培育，或者是我希望可以培育出更多，就是在我们的业界更好的人才。你看意思都讲，其实有几多年轻人，其实以这个系因为可能佢想做几多事情，但是冇资源，冇人搞营养去做，同时冇人去赞成或者是赞赏他的一个算是尝试也好，冇得讲以这个一个动机也好，可是你希望讲，其实你扮演的，你可以有一个角色去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这样的意思吗？就是我们提供机会，我们也提供这个他可以完成的这个鼓励的这个点，然后希望他们因为这些东西去肯定他自己的他学的专长。对，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厨师或者是领队导游好像没有这么的专精，可是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领域。虽然入门可能很简单，但他要维持下来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说，他们在这一些执行计划过程中，虽然会遇到一些就是就是坎坷啊或者挫折，但他可以把这些挫折把它内化成是他的一个养分。或是他可以把这些东西变成他未来他的经验，那我觉得就是可以支持他，也可以支持未来的年轻人去完成，去当一个更好、更有价值的人。
结果按尼方法就只是太有落地讲 USR 所谓的社会责任实践计划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算是真实的精神啦。因为其实以前人啊，就讲太好，如果把这个管咧摕给一个学术的一个看的地方，这个做嘛研究，这个做嘛东西，其实我免疫都唔低。好，那同时更加可以有啲机会，比如我哋呢欣赏第一顿学生诶，同我哋呢沙气，我哋呢纯粹是有一啲演讲，哈，至少讲把唔得我啲嘅东西，唔得我嘅东西，同沙气本身都有嘅东西，等于我天数沙气去开发一啲新嘅产品、新嘅路模，讲新嘅一啲东西，同时也会过场地方把帮我哋呢年轻人有一种实习的机会啦，唔係讲一下出去沙比以后发现讲，因为我们第二团社区怎么连接，然后同时这个做嘛事情嘛唔多想做，但是遇到到今天为止有没有遇到困难？有啊，挫折的部分。在这份工作上嘛，挫折是一定会有的。怎么说？因为从以前创业大概就是一个人冲嘛，然后现在回到学校了，我需要配合学校，或者是我需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做的时候，然后难免因为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出现呢。然后我觉得一开始会很挫折，没有错，但是后来我的想法是，我就做自己吧，我也不用去管别人去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我就是做好我现在这个身份、这个职位我该做的事情。我带着学生，我带着老师，带着团队，我们一起往更好的方向去。那因为这个计划里面，我们其实像我们办公室就管了3个计划嘛，这3个计划我希望它是可以一起合作、一起 mix 起来，一起去完成，就是我们很多不同的产品的一个计划。那我们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啦，也是一艘船，这艘船上少一个人都不行。那我也愿意就是持续的陪伴这一艘船一起前进。那也希望说，其实不只是学生呐，我觉得最重要还有老师，因为有些老师会觉得说，现在学生带不动，他也教学疲乏，或者是他也觉得好像当老师没那么快乐。可是如果当有这些学生存在，那我们这群行政人员也可以协助大家一起做的话，那我也相信这也是给老师一个很大的鼓励，跟他们说，其实还是有学生，还是有年轻人愿意跟着他们一起去做的。故事其实你这个天数的唔单止学生的嘞吼，因为其实头讲到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因为其实我看过嗰度 USR 计划，我就像头讲啊，市场因为个生意呢很唔同啊，但唔同，而嘛唔啲生意应该讲生意呢嘛唔地讲，而做嘛做一件事情，好，可是就头其实一直在摸着做一件事情，你讲，能让我本来的生意呢有动力，冇那个让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些做嘛的事情，其实一件事情。最重要，因为其实生意呢，因为讲也系减压嘅，这是额外的一个事情嘛。那对市场来讲的话，也嘛会因为讲，有条生意真的我唔地做这件事情咧。如果因为讲也系学校嘅，你讲啊，学校嘅一啲行政事务，对，跟我来说没有什么关系。那但是你头头讲嘅个 tip 我想问你讲，你要把3个计划做一个 mix 哦。对，因为我3个计划。我们刚好高餐的性质跟这3个计划是很大的关联。这3个计划是重研发，也重品牌。那跟高餐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也是我们的发展的主轴啦。对。那因为如果自己玩自己的，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这么好玩，有点寂寞。对，而且就是这3个东西是可以做个结合的啊。例如像酒，我们可以搭配客家菜，然后客家菜里面。又有不同，就是有一个油香，猪油香，果粒猪就可以进来了。就是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这3个计划可以一起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我们在就是一直努力的方向啦。因为我这次回高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做出一个高餐的自有品牌。那这个自有品牌的量能就不会只是一个计划可以完成的，这是3个计划，或者是我们全校的一个师生团队都可以一起来帮助这个品牌的成长，也让我们的学校的师生，还有我们学校的一个研发的量能，被更多人不管是台湾或者高雄的人都可以认识我们。可是等于如果 USR 更加3个计划，算是你要想法的地步的第一步。好，等于讲，更加虽然讲 USR 是各做各的嘛，每个计划有这个，每个计划这个行的路，但是你希望讲可以试看看把3个计划
合放了，可能有一啲新的一条，至少有一啲共同的路嘛，可以互相合作的部分。最尾其實你想要打出一啲高傳質教育的品牌。咁其實一東西其實係咪從當初一開始，可能體育團的時候講嘅，你這個以前城鄉計劃做小白筍，後來這個開始一啲小當家一啲計劃，後來這個又變成一啲算是你自己自有品牌的啦，哈、等於你這個可以開創一個10年時間，也一路上過程的一種算是一種實踐化。對，我覺得，因為過去的經驗其實都是第一線實踐者嘛，然後我現在是第二線的推動者的時候，我就希望說這些東西是可以被實現的。然後這個被實現出來的東西，其實培育的人才，我覺得是讓很多人被看見啦。然後不只是我，包括是這個計劃裡面的老師、學生，還有我們學校。睇節目嘅最尾啦，哈，你用一種過來人的一個身份，本來就見到唔關係，見到睇讀書，好冇得講我畢業嘅學弟學妹有乜嘅發建議的。不要怕辛苦，就是專心去做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你有興趣的事情，把這些東西 mix 起來，變成是你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培育了自己，你也可以讓這個世界，或者是讓整個台灣的環境，會因為你的付出，因為你的價值的呈現，會整個變得更好。我覺得這是一個回饋的機制啦，就是學校或者是這社會給予你的什麼，取之於社會，有回饋於社會。可是唔好講苦啦，你想要做某個事情都專心去做好，其實你這個唔管是學個某個東西，也要沙皮嘛，真是會本一啲適當的一啲回饋。今日感謝金義來到現場分享很多安精彩故事。羅下主持你，羅太太噶。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嚟欣賞來強化運動哦。我跟福喜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